宝是您第一部在 B 站动画化并播出的作品，有什么对 B 站粉丝说的吗？嗨，麦猴比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很高兴能够和哔哩哔哩合作。当年我做题做得很抓狂的，如今终于我的作品也上 B 站啦，也谢谢各位对这个故事的厚爱。喜欢的话，大家多给天宝刷一刷弹幕吧。天宝伏妖录原作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在开始写这整个全系列的第一本的时候，就是国家一级驱魔师注册上岗培训通知。我居然把这个书名念下来了。当初我就计划好了，可能也许会有个4本吧，或者是5本。选择唐代是因为唐代也是我最喜欢的朝代之一。在动画创作中，您是否有参与呢？人设放出后，粉丝都说我可以，您觉得可以吗？这一次和玄机的合作其实是非常的愉快的。像人设的最初设定，以及法宝啊、场景，还有部分的剧本，当初他们都会来征询原著作者的意见。拿到设定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非常可以，非常可以了。制作方他们尽最大的努力，保留了整个原著的那个风格跟它的特征。您平时会看国产动画吗？您对这次动画剧情上的改编满意吗？会看啊，我有 B 站的大会员。比起原著的篇幅嘛，我觉得动画版的天宝，它其实缩减了一些情节，跟合并了一些情节。不过这种缩减跟合并，其实它很好的保留了整个故事的原汁原味，更留给那个观众就是意犹未尽啊。然后大家完了可以听一听广播剧，然后或者去看一看原著里面有没有什么彩蛋之类的。总体来说，我非常的满意。我也很钦佩制作方愿意把它做成一个短小精悍的一个10来集，然后保证整个质量。还有也要感谢平台也很重视它的质量，而不是说一定要求很多集数。动画现在我们可以不像电视剧一样，动辄就40-50集，这样其实是不太利于整个故事的结构跟它的节奏的。所以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大家愿意去互相理解、彼此配合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第一集中，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动画画面？我想一下，应该是李景龙当时在那个驱魔师大门外那2扇门，不是稍微推就砰一下会倒下来嘛？就那时候，然后第二次他就闪身一转，然后就避开了。然后我在当初写的时候，他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面就一直出现那2扇那个很颓废的大门。然后我后来看到那个动画，把这个场景，它其实又做了一个改编，又添加了很生动的一段，然后包括李景龙背着手，突然间一下子很灵活的闪过去，所以看到的时候，当时我自己在爆笑，就好像我在文章的很深的地方埋了一些小伏笔，或埋了一些小细节，但是这个制作方他就感觉到了，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快乐。您觉得自己最像或者最想成为驱魔师里的谁？好像也没有特别想成为的那个人吧，因为主角他们就都是我写的呀，那每一个都很爱。配角里面的话，我个人会觉得很喜欢那个阿史那琼，来自波斯的小帅哥，他现在还没有在动画里面出场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天宝和同系列中其他作品的联系是怎样的？接下来在这个系列里还有什么计划吗？这故事它其实是从鸿蒙时代的开始，然后到定海浮生录，接下来到天宝伏妖录，这其实是一个天魔它逐渐成型，然后驱魔师他们作为跟天魔对抗的那方，逐渐去形成了一个有点类似于二元化的那个世界观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其实在中国神话里面嘛，妖族人族它是一个互相融汇、彼此去和解跟共存的一个过程。到了最后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，天魔已经跟他最初的形态没有太大的关系了。在定海浮生录里面，天魔他还保留着蚩尤的一点点那种人格吧，或者说记忆。到了天宝伏妖录里面，他就是一个涣散的，他是跟妖进行结合，是一种类似于有点像一个种子在进行不断的轮回。然后又到了国区的时候呢，他又成为了一种就好像是无目的的弥漫在世界角落的一个黑暗力量，或者说是戾气吧。这其实它就是因为时间它是很强大的，会改造世间万物的自然力量，所以就连上古的神明也不例外，他们会逐渐在光阴里面慢慢的把往事去淡忘。
最后就像把所有的那神啊魔啊全部都塞进一个那滚筒洗衣机里面，然后不停的洗，然后最后被洗回一个宏大的世界里面去。然后以后呢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故事，其实它的故事主题就是表达这种忘却。我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《天宝伏妖录》这个故事，也很开心大家喜欢这里面这些人物哈。可能他们终于有一天也会被慢慢的忘记，但是至少在这一刻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曾经活过，那么就是永恒。第一季就要完结了，您有什么话要对红俊宝贝还有倒霉长史说的吗？天地一逆旅，同悲万古尘。这次在动画里面呢，我可以说，离别是短暂的，但是相聚却是永恒的。景龙、红俊，虽然你们眼下所面对的是一场至为艰难的一场大战，这场战争呢，往远了看，应该是要改写整个天宝的历史，还要改变你们所有人的命运。加油，驱魔师，你们终将战胜天魔，也终于有一天会战胜自我。就像那句话一样，时光似海，唯心灯，万古如寿，光耀永恒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健康平安，再见。